每年嘅1月1號咧，我都會雄心壯志咁樣寫一堆新年願望。咁今年年頭嘅時候咧，就想重拾寫 journal 呢一個習慣。每一年過咗一排咧，通常呢啲新年願望咧都會俾我丟低咗㗎啦。而今年寫 journal 呢一件事，竟然真係陪咗我連續7個月。究竟連續寫日記210日會發生咩事呢？我嘅發現係，我見住自己由內耗、逃避，漸漸變成有方向、有行動嘅人。今日我會同你分享我點樣設計呢一本救咗我嘅，亦都希望可以幫到你嘅自救極簡人生遊戲攻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西西。其實我寫 journal 已經有10幾年。但係次次寫一陣就放低咗，今次竟然可以 keep 到每日都會打開個 Happy Tracker。究竟點解做到？我會喺下一個部分同大家分享。而家首先帶大家去返1年前。話說早2年呢，我就係一個都好 down 下嘅狀態嚟嘅。咁就到今年年頭嘅時候呢，我就諗，唔可以再咁落去㗎啦噃，2年都好夠㗎啦噃。咁我就覺得係時候咧，要用 journal 咧去打救自己啦。咁我就喺1月1號嘅時候咧，我就攞咗呢一本簿簿啦。咁我就諗，如果我係一個導演，我要喺2026年咧就去拍一套戲，會係想拍一套乜嘢嘅戲咧？咁樣個曲風又係點樣嘅咧？咁我就諗我想拍一個好似宮崎駿嗰啲少女育成嘅動畫啊咁樣。咁我就想像自己就係嗰個女主角啦咁樣。跟住就諗啦，咁嗰個世界係點樣嘅咧？咁我就畫咗個好粗略嘅世界地圖。咁呢個世界裏邊咧，就係有5個島，我要去發掘嘅。咁呢5個島咧，都係一啲我覺得我好需要嘅嘢。咁其中一個就係自信啦，一個就係健康，一個係 balance，一個係金錢，仲有一個咧就係我嘅使命。過去10幾年，試過好多唔同嘅 journaling 方法。今次嘅 structure 回歸最基本，每月 intention， 每日 happy tracker， 月尾 review。成本 journal 嘅構思就好似一隻古仔，或者好似一隻 game 咁。一開隻 game，畫面中間寫住 game started。每個月會就住當其時嘅感覺去 set 嗰個月嘅 intention。同以前寫 journal 好唔同嘅係，以前會定一堆 goals and objectives， 但係今次每個月 set 嘅 intention 全部都係內在嘅感覺、信念，係一個 tone， 一個 mood， 好似電影嘅背景音樂陪住我去過嗰1個月。同以往又係好唔同，以前會 list 晒所有想建立嘅良好習慣，設計個 tracker 嘅時候咧，畫嗰啲格仔就最開心啦。然而我係一個3分鐘熱度嘅人，雄心壯志想去開展新生活，定晒好多良好習慣想去做，但係啲習慣甩下，結果成個 tracker 就放棄咗啦。Happy Tracker 嘅目的係去 guide 住自己行去自己嘅目標，唔好睇小每一小步啊！只要行一步，就會近一步。今次我嘅 Happy Tracker 好簡單，係根據我想去嘅5個島，分別定咗5個項目 ：Action、Finance、Exercise、Creation、Balance。Action 可以帶我去自信島，因為我相信自信係可以透過行動去建立嘅。而最基本嘅 Action 超級無敵簡單，就係打開本 journal 就可以mark一個點點啦。Finance 可以帶我去金錢島，我想好好咁去理財啊。首先就係要正視我嘅財務狀況，所以我喺電話裝返個記帳 Apps， 好好咁去記錄我嘅收入同支出。有開到個 Apps 嚟到 mark 數嘅話咧，就可以畫一個點點。
身體方面，除咗正正經經做運動之外，我想將好簡單喐下個身體融入生活。每朝早簡單鬆下筋膜，返工揸少啲車，搭車搭少個站，行多啲路之外呢，有陣時個袋仲專登裝多啲嘢，留意自己個步姿，當做埋負重訓練，又可以一邊欣賞下沙田嘅風景。如果有啲日子唔舒服嘅話呢，我就會同自己身體對話，感受下身體，幫到自己放鬆。我都會畫一個點點。好多同學叫我喺 social media 出多啲 post，分享身心小貼士。話說初初成立 studio 嘅時候，我喺 IG 同 YouTube 有好多分享，又搞好多 workshop 啊、課程啊，過得好豐盛，包括心靈上同物質上。過咗咁多年之後，我反而變得好易 overthink。呢個 content 究竟出 story 好啊，定係拍片好呢？呢個活動搞實體課定係 online course？反而諗得多，好多嘢都唔敢行。今年寫咗 journal 7個月啦，我漸漸睇到呢個島嘅樣子。我喺呢個島上邊有好多嘢玩，將我覺得好玩嘅嘢同大家分享。如果我有出 post，有拍片整 content，就可以mark一個點點。最後一個島係 balance， 我係分開2個項目去 mark 嘅 happy or too harsh。因為我有個傾向，當我想做一樣嘢會太認真太用力，所以要提自己去 enjoy be happy feel good。如果做到就mark一個點點喺 happy。神奇嘅係，當我有意識去留意自己呢個傾向，我呢7個月日日都係 mark happy 㗎。除咗上面5個島之外，我仲有 extra 2個點點，係年頭嘅時候完成冬至許願嘅最終優勝者。喺呢度解釋少少，成個冬至許願總共係許13個願望，每日燒一張願望紙條。到1月1號剩低嘅就係今年嘅 focus。想知更多詳情嘅話，可以睇我上一條片。我嘅最終優勝者係 books and nature， 睇書同埋去大自然，都係我最鍾意嘅滋養自己嘅方法。所以喺 Happy Tracker 最尾加咗呢2個項目，有睇書就可以mark一個點點啦，有去到大自然又可以mark啦。但係唔係日日都可以去遊山玩水㗎嘛？不過唔緊要，我都會每日望下周圍嘅樹木同天空，知道自己同大自然好近，都可以mark一個點點。喺 Happy Tracker 隔離嘅空白位置，我會記錄每一日嘅 highlight。以前試過好多唔同嘅 journaling prompts，例如朝頭早寫當日要做嘅 to do list， 夜晚寫感恩日記，但係對於我嚟講反而造成壓力。而家呢個簡化版就最啱我，我甚至乎唔使分開早晚寫2次，只需要每朝打開記錄尋日嘅嘢。呢個 morning routine 令我可以好好咁開展新嘅一日。每日嘅 highlight 我會限自己只係用1行文字去寫低，方便月尾做 review 時花好少時間就可以回味成個月嘅感受同得着。呢個方法讚讚。咁當然，如果有啲日子有好多嘢想抒發，我都會喺呢本簿簿嘅其他位置盡情咁寫。月尾 review 我分成3個部分，係我3個生活重心：工作上嘅 achievements、fun 同埋 home。記錄工作上嘅開心事啦，例如見到同學嘅進步啊，自己完成咗嘅工作啊等等，都會逐一 list 出嚟，俾自己睇到自己已經行咗幾遠。去過邊度玩，試咗啲新嘢，睇咗乜嘢書，有啲乜嘢有趣嘅經驗，都會寫晒出嚟。因為玩可以幫我充電，俾我好好去生活。陪下屋企人，幫屋企人做 healing， 整理屋企，可能簡單插下花，或者間唔中我會將啲家私乾坤大挪移。呢啲都係我想花時間嘅地方。如果嗰個月發生咗啲乜嘢大事啊，有啲咩重大突破啊，奇蹟般嘅事啊，或者自己嘅轉變，有一啲好值得記住、慶祝、嘉許或者感恩嘅嘢，我都會好好咁寫低。
Q1 係遊戲嘅第一個 stage，我俾自己慢慢起步，周圍發掘下嗰5個島。我發現有一個好大嘅好處，就係每日都練習培養對自己嘅覺知，知道自己身體係點，overall energy 高定低，做得好嘅嘢可以開心下、感恩下，唔好嘅嘢可以點樣好啲。Q2 我開始喺月尾為每個島俾一個評分，我有幾接近每個島呢？有啲島比我想象中容易到達，有啲島仍有待探索。嚟到 Q3，見到自己一路嘅轉變，真係好神奇。一開始嘅時候，感覺自己好似喺茫茫大海上邊坐住一塊木板。去到4月頭，我 feel 到自己好似儲夠經驗值，可以 upgrade，由木板變成一隻小艇，多咗動力，多咗 trust。有好多拖延咗好耐嘅嘢，竟然完成咗。有啲唔敢發嘅邀請，竟然夠膽發出去，而且得到好好嘅回報。我嘅內心變得前所未有咁自由，冇任何幻想出嚟嘅壓力能夠阻止我前進。寫日記呢7個月，我最大嘅領悟係，我哋唔需要急住去 fix 自己，而係需要一個空間去聽見自己。如果你而家都經歷緊我年頭嗰種迷茫，覺得生活好似棘住咗，請記住，你真係一啲都唔孤單。你可以好似我咁，由今晚開始攞任何一本簿去寫你自己嘅 game，創作你自己嘅地圖，畫低你嘅第一個點點。當然，如果你覺得一個人玩呢隻 game 有啲吃力，我嘅1對1 private healing 同埋每個月嘅滿月小組療癒都隨時歡迎你嚟，等我陪你一齊睇清嗰啲卡住你嘅情緒。關於寫日記，你有冇試過乜嘢有趣嘅方法？或者你而家卡住咗喺邊一度，都歡迎喺下邊留言話我知。我好想聽下你嘅故仔。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分享俾你覺得都需要被療癒嘅朋友。我係西西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祝你有美好嘅一天。